加密貨幣繼續積極發展，2026的市場看起來與幾年前不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數字資產不僅作為一種投資，而且作為財務獨立的成熟工具。最顯著的趨勢之一仍然是去中心化金融或 DeFi。這些平台允許你在沒有銀行和中介機構參與的情況下賺取利息、交換代幣和剔款。今天，新的解決方案正在出現，使這些過程更安全、更快、更容易為普通用戶訪問。與此同時，第二層解決方案正在積極開發，以加速以太坊等流行區塊鏈上的交易並降低費用。由於這一點，加密貨幣變得更加方便日常使用，開發人還可以創建複雜的應用程序和服務，而不必擔心網絡擁塞。NFT 和 Metaverse 市場同樣感興趣。如今 NFT 不再僅僅是可收藏的圖像，而是與遊戲、虛擬世界和賺錢平台集成的成熟數字資產。今年項目正在出現，允許你購買虛擬房地產，賺取租金收入，並將代幣作為 Metaverse 經濟的一部分。對於投資者來說，這些都是需要監控的新機會，以免錯過時機。同樣值得關注與美元或歐元掛鈎的穩定硬幣。他們允許你在波動的市場中降低風險，以數字形式傳輸資本並將其用於交易或抵押。許多交易者和長期投資者認為穩定幣是一種節省資金和順利進入新項目的工具。在2026中，基於人工智能的技術正在積極衝現，這些技術有助於分析市場、預測價格走勢並向投資者提出建議。這些系統處理大量數據並提供以前無法獲得的見解。但重要的是要記住，加密貨幣仍然是一個高風險市場，預測不能盲目信任。每個項目都需要檢查，看看區塊鏈探索者、閱讀新聞並研究開發團隊。此外，新的分散採礦和抵押平台即將到來，這使得通過三魚網絡賺取收入成為可能。對於那些希望在加密領域即刻賺錢而不僅僅是持有資產的人來說，這正在成為一個有趣的工具。技術不斷發展，解決方案已經出現，這些解決方案結合了不同的區塊鏈，簡化了交易，並使加密貨幣更方便日常使用。所有這些都表明市場正在走向大規模採用和數字資產融入實體經濟。重要的是要明白，對於那些準備學習和責任的人來說，2026是一個機會的時刻。加密貨幣不再僅僅是一種炒作，它們正在成為金融戰略的一部分，一種賺取和節省資本的方式。技術正在為創新和創業開闢新的視野。那些跟隨趨勢、探索新平台並了解如何使用數字資產的人，將能夠留在遊輝中，並將加密貨幣作為財務自由的工具。